皇太后，那婉如呢？我说话向来算数，不过我能决定她嫁给谁，却不能左右她的心思向着谁。要不要娶婉如，你自个儿琢磨琢磨，想好了再告诉我。这俩孩子还跟小时候一样闹别扭，姐姐，你得多担待啊。皇太后，你说哪儿的话呀？没事儿。和硕襄亲王，封王已经不容易了，更何况是个和硕亲王啊！我不稀罕。什么不稀罕呢？从此以後，你在你的同輩裡頭地位可是最高的了，能和正親王平起平坐，這倒是個意外之喜呀！喜什麼喜？要是人家問我為什麼封王，我能說是用自己2個耳光換來的嗎？多丟人！封這個王簡直是在羞我！傻孩子呀，這有什麼可丟人的？這正說明了你身份的尊貴。就連皇上他動了你一根汗毛，也得用最尊貴的親王來賠禮。要是換了別人，挨200下耳光，又怎麼樣呢？況且，這裡面的事兒，外面的人怎麼知道？管他什麼和碩什麼王，我只要婉如心甘情願地嫁給我。我到底哪兒比不上皇上哥哥？我不服氣！婉如，我知道你是明白人，你做什么必定有你的理由。可是也得提醒你，阿媽一向不樂意靠幫結派，這在正朝風波的時候不會被捲進去。可是，在真有麻煩的時候，也就沒什麼勢力可依仗。唉，孩子，萬一真鬧出大事來，阿媽也庇護不了你啊。婉如，你阿媽說這話也是為你好啊，你可要仔細想想。万岁爺，您怎麼來了？這可不是您來的地方啊！您快走吧。笑話，你住的，我怎麼來不了？你忘了，我原還打算去做老百姓呢。怎麼樣，你的傷好些了沒有？將養了這幾天，好多了。我看再有半個月，就可以下床伺候萬歲爺了。你別急，養好了再走動，否則留下個病根子，那可就麻煩了。哦對，我已經再三求了蘇嬤嬤，幫我跟皇太后講情。總之，不會讓你離開我就是了。多謝萬歲爺恩典。去，說什麼恩典不恩典的，是我對不住你，害你吃了大苦。好在沒有傷筋動骨的，要不然，叫我怎麼過意得去呢？萬歲爺，奴再勸勸您，您找蘇嬤嬤，幫您跟石亞哥好好說和說和，到底是親兄弟嗎？哼，皇娘已經逼我賠了一個貴無可貴的和碩親王給他，還要我怎麼樣？他侮辱了皇太後，侮辱了我，就是看在兄弟的份上，我才沒去告狀，要不然，瞧他還橫什麼？有他好受的。萬歲爺，您大人大量，阿哥也是氣急了才會亂說話。我看，好好好，過2天吧，等彼此心平靜氣了再說。孩子，怎麼不去瞧瞧賜你的王府修得怎麼樣，合不合心意？沒興趣。這些天你倒像個漢人閨女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。可是今天是正親王做壽吃肉，額娘呀給你準備了一份禮，這你一定得去啊。知道了。不過我想找個人。哎，你說什麼呀，博過兒？王爺，我呀去準備點點心。
讓婉如陪你說說話。啊，您宽坐，我一會兒就来。春雨啊，咱们走。王爷，您请坐。王府快修好了，也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去看看，看看哪不合心意。那是王爷的府邸，我也希望那是你未来的家。其實王爺年少風發，如今又貴為親王，不知道有多少名媛淑女想跟您攀親呢？可是我只要你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就是有一種令人看了就難忘的魔力。乍看你不感覺，相處的越久，就越被你吸引。真不知道為什麼。宛如，那天在慈寧宮，我的行為是不應該，可是我真的急了，心裡好痛，好痛。你知道嗎？不要生我的氣，宛如，我會一輩子對你好。王爺，我沒有生你的氣，錯的是我。我非常感激您對我的青睞，但是情之一字，就是無法言語，無法理解，無法勉強的。你還是執意要跟皇上？你曉不曉得，你不肯嫁給我，也不見得能跟他。上有皇太后的威嚴，中有皇後的記恨，下面有宮裡的閒言閒語。就算你跟了他，日子也是很難過的。而我甚至可以立誓，永遠不娶側福晉，你愛怎麼着就怎麼着，你會是這一輩兒裡唯一最尊貴的王妃。王爺說的我都明白，我認了。不管能不能在皇上身邊，我的心都是他的了。我真的十分感激王爺對我的盛情，我也知道您是真心實意的想給我幸福，但是這樣做對您不公平呀。你的意思是說，即使你跟不了皇上，你也不能嫁給我？請王爺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想對您不公平。我不服氣，我到底哪裡比不上他？請王爺再次相信我，我不是在比較之後做出的決定，是愛情選擇了我，我身不由己呀。来，是，好，好。哎，这没头没脑的，11阿哥封了和硕襄亲王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你问他怎么？您不知道啊？我告诉您，这里头的缘由啊，可曲折喽。这上头啊还想瞒，可是
是把这种种流言一傳起來呀，大家都明白了。哎呀，這個親王、郡王的頂子都是紅寶石的頂子，只有咱們和碩鄉親王的頂子，恐怕早就被人給染綠嘍。這話怎麼講？哎，鄉親王，這邊坐。哎，鄉親王，鄉親王，坐。喲，都是熟人。來，酒碗傳過去。王爺，您可得先乾了這碗。爽快！干了。可是我為什麼要干呢？哎，封王許妃雙喜臨門嘛。聽說你那位未來的福晉跟皇上的美人似的，怎麼樣？皇太后跟皇上都還滿意吧？咦，這王爺的泰山老丈人怎麼還沒到呀？你是說和碩？對呀，他怎麼不來啊？他來跟我們大家共喝一杯嘛！啊！恭喜王爺呀，您可是咱大清朝第一個最年輕的親王了，少年得意，還不得慶賀一杯嗎？老一輩的親王都是出生入死，拼了老命有軍功證來的，可你連戰場都沒上，就被封了親王了。哎呀，真是彌足珍貴呀！誰叫王爺勝券正濃呢？這親王上頭要硬給，王爺也不能推呀。說得對。哎，王爺的貂帽可得做新的了，大伙兒都留點神，給王爺找一塊上好的翡翠，給他着頂子啊！哎呦，瞧我這張嘴，應該找紅寶石，對不對啊？哎，王爺酒量雖好，也經不住這麼灌啊！瞧，醉了吧？是，醉了。不過這會兒醒了，我還有事要辦，少賠。额娘，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额娘，孩子，这是怎么了你？是不是又喝多了？醒了，全醒了。兒子，對不住你。嗨，只要你少叫额娘操點心啊，那就比什麼都好啊！不哭了啊！以後不會再讓額娘操心，讓額娘念叨了。兒啊，你這是怎麼了你？怎麼了孩子？說話呀你！波過兒。額娘，我不知道這一切是誰的錯，我只知道我沒辦法再去面對了。波過兒。你们所有人，这輩子無論如何連人都見不了了，連頭都抬不起來了。婉如，皇上哥哥，我詛咒你們，我要你們反悔一生一世，不是永生永世。
预備朱筆，朕要寫旨。襄親王才死，皇上就迫不及待地招那个賤人进宮做賢妃。哼，賢妃续了人了，还勾引皇上做这種淫奔之事。呸！这个名号他也配？皇后，您忍一忍，低声些。皇太后啊，正头疼呢。哼。苏沫儿，把那道封妃的圣旨弄过来瞧瞧。是。宣旨。皇额娘吉祥。吉祥？我哪敢指望什么吉祥？只求皇帝赏我几年好日子过，将来有脸去见列祖列宗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你如今人大心大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你是皇帝，一身寄天下安危，万民观瞻，做事不能总凭着自己一时高兴，总得想想这么做妥不妥当。为了一个婉如，你已经逼死了一个亲王，竟然还要一意孤行。儿子根本就没有要逼死襄亲王。你不想逼死他，但是他因你而死却是事實。他存心陷我于不義，不義的原就是你。如今，你還要把大清和自己的名譽賠進去，讓天下人笑話，讓後世人唾罵，簡直糊塗。天下臣民的不諒，皇娘的震怒，都是不可挽回的定局了。为了婉如，我心甘情願挺身而受。事已至此，長痛不如短痛，我必須保護婉如，我必須接她進宮。在這世上，我什麼都可以不要，只有婉如，我要定了。你真的什麼都不顧了？祖宗的基業，大清的命脈，都抵不上一個婉如。好，真是祖宗的好兒孫。這麼說，若不由着你，你連皇帝都不想當了？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這麼多年的心血，全都白費。奉聖母皇太后諭，內大臣惡說之語，動惡事，心自明慧，軌度斷合，客作捆衣，立為賢妃，爾不查詔典禮，擇吉舉奏。好一個3針9獵的賢妃！皇帝要封什麼，自己做主，別拿我這個聖母皇太后當幌子，叫天下人笑話我，調教出這麼一個殘害手足、奪佔地妻的好皇帝。我是殘害手足、奪佔地妻。皇額娘要是認為有什麼不對，那當年多爾袞迫害親貴、霸娶親嫂的時候，皇額娘為什麼沒有說話？如今，皇額娘怕天下人笑話，其實天下人早已經笑話過了。就在當年太后下嫁的時候，你皇額娘怪我善用奉聖母皇太后諭。當年你皇太后下嫁攝政王詔書的時候，又有誰來問過我這個皇帝？
別怕，沒有過不了的關口。但是，皇太后、貴太妃，還有皇後，皇太后她原本就挺喜歡你的，等熬過這一陣子，時間長了就會好的。至於貴太妃，聽說呀，她腦子糊塗了，不見得會來找你的麻煩。皇後，只要你老老實實守着規矩，不行差踏錯，她又能拿你怎麼樣呢？放心吧，婉如，我會找理由時常來宮裡看你的。婉如，阿瑪，婉如啊，阿媽總是盼你幸福的。阿瑪，是女兒不孝，讓您操心了。父母沒有不為兒女操心的，我只是擔心你受委屈啊。你知道，宮裡頭是蒙古的勢力，免不了對你敌意，你要好自為之啊。阿瑪，別這麼說，是女兒的不孝。你和你额娘真像。她雖然走得早，可是她給過我幾年難忘的日子。皇上跟你會幸福的，答應我，堅強起來，保護你自己。我总算见到你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急得很，愁得很，六神无主，寝食难安，都是为了你。婉如，婉如，我好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有时候，我好希望我们从来都没有遇見過。你仍是你，我還是我，這一切的一切，都只是一場夢。夢醒了，也不過留下一絲惆悵，我們就不用這樣受苦了。你怎麼能這麼說呢？我們經歷了那麼多痛苦，那麼多困難，如今不都熬過來了？我們不是總算在一塊兒了？就为我們要在一起，闖下了多少禍事？他們都說我是禍水。如今宮裡宮外，有多少人都在咬牙切齒地痛恨着我們，真怕這傷痕永遠都不能痊癒，而他們永遠都不能原諒我們了。婉如，我顧不了這麼多了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。這回你要是不肯進宮來，我就真的出宮去，寧死也不回頭。管他什麼千秋萬世，管他什麼大清江山，除了你，我什麼都不要。婉如，
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贵太妃又犯病了。贵太妃如果脑袋清楚，她一定会掐死那个妖精南蛮子。哼，贱人！既然你敢来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皇后，您看您今天的发饰可真漂亮，这是吗红红的花真配您的脸色。这淑妃呀，就是会说话。哪里？奴才懂恶事，恭请皇后万福金安。给我奶茶。这个南蛮子供的东西，我不要。你们供的烙，我都尝着。不过这烙再怎么着也没有科尔沁的好吃。哎，你们都说说。这是因为天气的缘故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？我真想把那几个后我妃的，全都遣出宫去，只和你一夫一妇，太太平平的过日子。哎，对了，他们对你怎么样啊？尤其是皇后。皇后人很好，和颜悦色，有说有笑的。算得识相，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。那皇太后呢？也很好啊。瞧我这记性，险些给忘了。阿如，来，坐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知道你不爱华貴的裝飾，可這樣東西有含義，心比金堅。謝皇上賞賜。我們倆還用得着一個謝字？要謝也是我謝你啊！謝你給了我你的心，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。別這麼說，皇上以一生繫蒼生禍福啊！我知道，皇上滿懷抱負，將來一定是一位曠古賢君。曠古賢君。談何容易啊！只要有心，肯定能辦得到。有你陪着我，幫着我，支持我，我願意盡力一試。哦，對了，我想起一件事兒，要求皇上答應。哦，進宮這些日子，
你還是第一回有事兒求我呢。这些日子，皇上老是待在我这承乾宫里，恳求皇上也要使后宫雨露均沾才是啊。你要我去別人那兒？那不行，一個個只會爭妍鬥豔的，肚子裡全是一團草包，乏味透了。要我去他們那兒，真是苦行。那就算是為了我吧。集寵於一身，也就集怨於一身。您明白嗎？不願做的事去做，那當個皇上還有什麼趣兒啊？皇上，人各有長處。您瞧，皇後豔冠群芳，淑妃明快爽朗，童妃溫柔秀美，銀嬪……好了好了，人人都數遍了，怎麼不提自己呢？我有什麼好的？只不過是皇上硬說我好罷了。我看我還沒成曠古賢君，你倒先成曠古賢妃了。帝王臨御天下，必以國計民生為首務。近來朕批奏折，深覺應該切切實實辦幾件事兒。第一件，更定錢制，有了制度，經濟混亂的情形就會改善。第二件，停止多爾衮在關外修建避暑城的工程，以體恤民力。朕不忍因一己遊樂之需增加百姓的負擔。第三件，這些奏報貪污受賄的事件，必須徹查，若有實據，加以嚴辦，絕不寬待。這三件事兒，該管各部擬定章程，奏報結果，待朕作出裁決，立即命內院大學士寫旨來看。遵旨。皇后，这进士房的记事档到底怎么记的呀？上个月，童妃被招幸2次，迎宾被招幸1次，宁贵人也是1次，董鄂妃，剩下的时间全都是董鄂妃。好啊，没想到只有我们武功蒙古后妃，皇上连瞧都没瞧一眼。皇上这是冲着咱们蒙古来的，还是特意给咱们蒙古难看？我听太监们说，有一天皇上漏了口风，说要封那个胡妹子当什么皇贵妃。什么皇贵妃？皇贵妃？那不是只比皇后低一阶了？她进宫才4个月呢。哼，太过分了！当咱们蒙古是好欺负的，走着瞧吧。皇上太过分了。之前2个宫女生了皇子，听说佟家氏又有了身孕，董鄂氏宠善专防，想必也快了。咱们武功蒙古后妃呢，到今天还干晾在那里。他们有什么错？莫非皇帝真是冲着蒙古来的，有意给蒙古没脸，讓蒙古難堪？哼！董鄂氏封了皇貴妃，要是生下皇子，那豈不是就要越過皇後了？哥哥呀，如果你指的是廢後，那你就多慮了。皇後並無多大過犯，我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的。是嗎？王爺，這皇后是格格的親侄女兒，格格能不向着她嗎？您都不知道，那董鄂妃每天在宮前磕頭請安，格格可是1次都沒理會過呀。那董鄂妃若有奪嫡之心，我斷斷容不得她。如果皇帝胡鬧，偏要一意孤行呢？如果皇上真的忤逆到了連額娘都不要了，也只能由得他。到時候，你們蒙古要怎麼樣，也由得你們。甚至要我一死以謝蒙古，都隨便。我只是可憐我女兒，皇帝連坤寧宮都不進，他豈不一輩子翻不了身？無論將來是誰的皇子繼位，她都是母後皇太後，
我女兒早跟我说過，那个董鄂妃是个狐妹子，千万别讓她進宮。正好伯狗兒喜歡她，我想順水推舟，去了我女兒心頭大患。可是沒想到，你等等，果真是你讓貴太妃來向我開口的？她想開口，可是不敢。我說我幫她敲邊鼓，皇太后不至於駁我們的回。你們。這些姑且不談。這回進京，我聽說皇上要改什麼革，重用漢人，還採用明朝的制度。你們滿洲親貴們一提起來都氣得要命啊！都直說皇上是受了那半個小南蠻子的撺掇，都喊着要上書恢復祖制。哥哥，朝政呢，你不懂，皇上未必不對。恢復祖制，恢復祖制，怎麼恢復啊？恢復到燒城掠地、搶奪牛馬的奴隸時代。咱們現在早就不是在打天下了，而是在想法子如何治安天下。我去坤寧宮。格格，您就別惱了。你看看這些人，自作聰明的下場。反正事已至此，都無可挽回了呀。還有你，看見董鄂妃每天跪在宮外頭請安，跪上半個時辰你就心軟了，再三央求我，主子饒了他吧。你都看見了，我饒了他容易，可蒙古、科爾沁，他們饒得了我嗎？哎，皇上，您怎麼進來也不出聲啊？我有出聲啊，是你不知道在想什麼，想得出神。你怎麼了？哭了？沒有啊，是灰進了眼睛揉的。婉如呢？聽說同妃娘娘又有了身孕，她道喜去了。平時這承乾宮都是誰來的多呀？你怎麼不說話？什麼誰來的多呀？一個都沒有來過。是嗎？可是婉如說，格格的性情您還不清楚嗎？她平時受的委屈可太多了，就只是瞞着皇上。有這種事兒？快說給我聽。不行啊，我要說了，格格會罵死我的。你放心，沒人會知道是你告訴我的。快說。奴才向聖母皇太后恭請聖安。皇太后懿旨，當受不起。皇貴妃請回吧。皇上，不要！皇上，皇娘，莫非您是鐵石心腸？我這會兒才知道，幾個月來，宛如晨昏定省在外面請安，您從不召見，從不受禮，她的真心真意，您怎麼一點兒也不體諒？皇上，莫非您也是鐵石心腸？董鄂妃的事兒犯了眾怒，什麼人都來找皇太后興師問罪，評理裁奪，她心裡有多煩多難受，怎麼一點都不體諒呢？可是，為什麼不告訴我？為什麼不告訴我？這些都是我該受的。我本來就是罪孽深重，萬死難贖。不許你說死。正是因為我，才惹出這麼多禍事，導致皇太后跟皇上母子離析。不干你的事兒，是我出言不遜，頂撞皇額娘。要不是為了我，皇上也不會頂撞皇太後的。說起根由，並不是為了你。
皇娘怕是这輩子都不會原諒我了。蘇嬤嬤，你先退下吧。實在不怪皇太后這麼盛怒難息。皇上把話說得太重，也太絕了，恐怕不是一時可以回天的。皇上，我們一定要有耐心，不斷體諒於皇太后，求她寬赦我們。我真是鬼迷心窍，竟說出那種話，罪孽深重，万死難贖的人是我。當時怒火燒得我渾身發燙，理智一絲不存，新仇舊恨全都湧了上來。婉如，你不知道我的恨有多深。從幼年登基至今，我沒有一天不生活在多爾衮的陰影之下。我恨多爾衮，我也怕他。我愛我額娘，有時又忍不住氣他。多少年了，我時常害怕。我不知道在什麼气急敗壞的情況下，會一股腦地道出所有真心話。宛如多爾衮的陰影，就像一塊滾燙的烙鐵，出其不意，就猛地往我心上烙，疼得我。皇上，可憐的皇上。也只有你這麼說。人人都以為皇帝是享盡人間富貴的天之驕子，誰能理解我的苦楚？誰知道我是怎麼煎熬大的？我只想找一個知情結義的紅顏知己，難道這也錯了嗎？宛如，博館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他根本就不用死，他只要跟我說，你把皇位給我，我就把宛如給你，我真會跟他換。我相信。宛如，現在只有我們倆相依為命了。皇上不能這麼說，還有皇太後啊。天底下沒有不疼兒子的額娘。皇上有苦衷，皇太后心裡的苦衷一定比皇上更多。我無論如何都要想法子，把皇太後跟皇上的母子親情彌縫起來，不管付出什麼代價，我都矢志無悔。我也巴不得呀。可是你看皇额娘，老是板着個臉，滴水都潑不進去。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皇上，只要我們用全心全意孝順皇太後，總會等到皇太後原諒我們的那一天。這說起來，皇貴妃還真的是用心良苦啊。不容易啊，連她都明白，我一定有苦衷。我自個兒千辛萬苦養大的親兒子，卻對我這麼說話，這叫人傷透了心。哥哥，您別這樣了。其實皇上他心裡邊也悔，只是說不出口。不易啊。
都快半年了，天天都过来磕头请安。见不着我呀，他也安之若素。我不发话下去，他就绝不起来。这在一个皇贵妃来说，还不够委屈的，啊？可是人家呢，也没有因此就亏了礼数。唉，这让人怎么挑眼儿，也拿不出他一点短。就凭这个，他也得当这皇贵妃。想我当初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，还不一定有这样的修养呢。谁说的？您都忘了吧？想当年您吃的苦还少了。死奴才，你以为你背后说的话我就不知道，我就能饶了你吗？啊？奴才不知说错什么。你还敢犟嘴？你说皇贵妃人比我随和好伺候，有没有？奴才没有。好，李生，把他给我拉到净室房去，100大板打不死，就赶到新者库去，累也累死他。皇娘娘，皇娘饶命啊！走。皇后何必跟这些蠢东西生气呢？别恼了，伤了身子。哼，这还有更可气的呢。今儿个皇太后传话下来，说童妃有孕，怕她动了胎气，免行跪拜之礼。看着她凸起的肚子，我就有气。要不是看她平时还老实的份儿上，看我怎么治她。童妃运气好，皇贵妃宠善专防，都没有身孕，她倒是怀了龙种。那个狐妹子准得气坏，更得整日整夜缠着皇上了。到底是怎么一个狐媚法儿，能把皇上迷得晕头转向？哼，也不知道这些南蛮子有什么伎俩，还真让人好奇呢。阿黛，这一局已是非输不可了。那可不一定吧？哎呀，真是妙招！我以为把犄角给困死了。没想到又被你给冲出来了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把你再给困住。皇上慢慢想，我让春雨沏上新茶来。真的，奴才亲眼看见皇上和皇贵妃一整个时辰都是在下棋，连话都没有多说一句。下棋。哦，那皇贵妃一定是故意输给皇上，讨皇上的欢心。看来不像，仿佛皇上还输了呢。输了？那你有没有向别人打听过？或许昨儿个晚上只是个偶然呢。回皇后的话，奴才打听过了，说是皇上在承乾宫时常整夜和皇贵妃饮酒、论诗、下棋、谈禅。下棋，谈禅。皇贵妃吉祥，免礼。童妃娘娘在吗？给皇贵妃请安。皇太后不早就传下话来，免你行礼，要当心，千万别动了胎气。是，皇贵妃，请里头坐。不用了，我说句话就走，免得让别人看见了，害你为难。你就要临盆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，
就親手繡了一些小衣服、小肚兜，功夫不太好，算是我的一點心意，你就给孩子将就着穿吧。哎呀，这花樣可真出色。这件繡的是连生貴子，這件繡的是如意平安。我雖不好時常來看你，可我每天都求菩薩保佑，讓你順順當當生下一位三阿哥。這樣啊，皇嗣越多，皇太后一定越開心。皇貴妃，你放心，皇上也很記掛你的，他一定會多來陪你。別怕，多保重啊！哎。多謝皇貴妃。格格，您先歇会儿吧，来，坐下。入秋了，栗子正好。这个是我用栗子面做的小饽饽，来，您尝尝。哎呀，我没有胃口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听说都腾了9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剩下来？您就别着急了，这还不是跟当年的皇上一样，是个磨娘精。唉，这前2个阿哥都不是依公主位所生，童妃这一胎，要是位阿哥，我这心里啊就安定多了。皇上还年輕，將來啊有幾十個阿哥格格的圍繞着您啊，叫皇阿奶，只怕到時候啊，連您都不清楚誰是誰嘍。我呀，倒真盼着有這一天。蘇沫兒，咱們呀上景陽宮去。哎，格格，哎，瞧您這身子骨，還是一邊歇着一邊等吧啊！我歇不着，走吧。格格，恭喜皇太后又添了一位小孫孫。真的，童妃娘娘生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小阿哥。哎呀，這怎麼求什麼得什麼呢？哎呀，謝天謝地呀！愣着幹什麼？看看去，看看去。哎呀，真漂亮！快過來瞧瞧。哎呦，看看真漂亮！哎，漂亮！哎呦，皮膚真睡得可真香啊，白白的。恭喜萬歲爺添了個小阿哥。起來，起來！太好了，恭喜皇上！你倒開心啊！你該我的還沒還我呢。我該皇上什麼了？你該我2個阿哥，2位格格呀。皇上真是的。婉如，我是認真的，最好還生的都像你。好啦，說正經的。皇太后萬壽又逢天孫之喜，我一定要盡點心孝敬皇太後。婉如，我看就算了吧，免得你又看人臉色受委屈的。皇太后啊，不會知道是我孝敬的。皇太后不知道，那有什麼用啊？傻丫頭，只要皇太后開心，知不知道是我孝敬的，那有什麼要緊呀？哥哥，你總是這樣。婉如，我真慚愧，要論孝道，我還遠遠比不上你呢。皇上日理萬機，孝敬皇太后原是我該分勞的。婉如，我不恨了，有了你，上天畢竟待我不薄啊。哎呦，你這猴崽子也不說什麼事兒，慌了慌張就拉了我來。好嬤嬤，您還不知道咱們萬歲爺的急脾氣嗎？您放心，準是好事兒啊。那為什麼不讓我稟告皇太後呢？這奴才就不知道了，還是我來說吧。喲，皇上吉祥。司嬤嬤，裡頭請，裡頭請。喲，皇上今兒氣色不錯啊。童妃給您添了位皇子，這果然是人逢喜事兒精神爽啊。司嬤嬤，你幫我個忙成嗎？成。
您不会闖什麼禍了吧？蘇嬤嬤，你就看我不懂事兒了。蘇嬤嬤，這回啊，我是存心孝敬皇娘。怎麼個孝敬法？蘇嬤嬤，坐。喲，這……蘇嬤嬤，您就坐吧。皇娘万寿前一天，我想給皇娘準備一桌好菜，不要繁文縟節的，就咱們母子倆小酌談心。蘇嬤嬤，你說皇娘會高興嗎？自然會高興。不過皇太后說了，那御膳房的菜啊，是中看不中吃。嬤嬤放心，我呀準備一桌清淡別致的素菜，保證皇娘胃口大開。這素菜我倒真是沒試過，不過為了皇上，奴才啊就去準備準備。哎，不，我盡孝怎麼能勞累嬤嬤呢？難不成皇上要親自下廚？我哪成啊？自然有人來幫我籌備。誰呀？是我。皇貴妃。啊，奴才給皇貴妃請安了。蘇嬤嬤，快請起。皇太后萬壽，又逢天孫之喜，我一定要盡點心孝敬皇太後。可是，我明白，皇太后一見了我就生氣。所以，我想借用嬤嬤的名，再借用您的小廚房，這樣皇太后就不會知道是我孝敬的了。我明白了，蘇嬤嬤這是怕皇貴妃手藝太差，借她的名兒，砸了她的招牌。你這小猴崽子，別胡說！蘇嬤嬤，您放心，皇貴妃的手藝還當過御膳房萬頭的師傅呢。婉如的手藝絕不會給蘇嬤嬤丟人的。皇上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只是，這一來皇貴妃的身份何等尊貴，哪有親自下廚的理兒？這二來，如果讓皇太后知道了，奴才又得挨頓罵。嬤嬤，皇太后絕對想不到是我的。這1年多來，我始終都沒有福氣在皇太後跟前盡盡孝道，我心裡實在是不安。只盼能借這個機會，我跟皇上一明一暗，分頭盡孝，這樣我們心裡才能安慰些呀。如果皇太后喜歡這席素菜，我就趁機說是皇貴妃您做了，孝敬她的。對呀，蘇嬤嬤，您這可真是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呀。不，無論如何，嬤嬤都不要說，否則皇太后知道了，沒準會大為掃興，萬一又跟皇上起了衝突，那豈不是違背了我們盡孝的初衷嗎？蘇嬤嬤，求求您了！哎呦，皇貴妃，您可千萬別這樣。好了好了，奴才就答應你了。謝蘇嬤嬤成全。皇上說了，讓我整治一桌清淡可口的素菜給您暖壽。到時候啊，不請別人，就你們母子倆小酌談心。你告訴他，難為他還想着，我心領了，不用麻煩。哎呀，這本來就是母子，老是這麼冷眉冷眼、客客氣氣的，心裡不難受嗎？既然皇上是誠心不過，你又何必拒人千里之外呢？這心裡就是有點彆扭。不會的，到時候啊，吃着菜，喝着酒，聊着心事兒，娘倆自然就好了。你說的倒容易。格格，您就看在皇上是一片孝心的份上，您就說是一片孝心，還不是累了你？嗨。对了，你什麼時候學會做素菜的？活到老，學到老，奴才還不能學啦。算了，就看在你一心想顯顯本事的份上。答應了。嗯。格格，我們都只給你打下手，你一個人行嗎？行，忙得過來，沒事兒。哎，咱們可得揀最好的啊。嗯。放心吧，格格。嗯，又香又滑又入味兒，果然不錯。這道
叫冬菇扒发菜。这就对了，我就不喜欢，明明是一道素菜，非要叫个荤名儿，叫个什么素鸡、素鸭、素鱼翅，仿佛对荤菜念念不忘，不得已才吃素的。皇娘议论的极是，儿子也有同感。好了，格格，皇上，尝尝这道豆腐松。豆腐也能做得那么好吃？这里头加了什么好玩意儿？好玩意儿倒是没加，加的是心思和功夫。得把那老豆腐啊放到锅里煮2个时辰，然後再用紗布縫個帶，把那豆腐擠乾，加上醬薑、醬瓜，放到熱油鍋裡啊炸到入味兒，澆上那個白糖腐乳汁，起鍋的時候啊再加2滴麻油，這才成啊。怎麼樣啊，味道？下飯涿粥都適宜，很落味。更好的是啊，材料簡單，不浪費。這得要火候到位，才能做得鬆爽可口。那你是什麼時候偷學的本事啊？怎麼現在才拿出來啊？喲，皇上，這有好菜，也得有好酒啊。你先下去，我來就行了。是。皇娘，今兒個備的也是素酒，叫梨花白。這個名兒挺雅致。皇娘，兒子不孝，一時鬼魔頭衝撞了皇娘，讓額娘傷心，真是罪該萬死。兒子心裡也懊惱得很，可是不知該怎麼說。如果皇額娘原諒兒子，就請喝了這杯酒，要不，兒子就不起來了。不起來了？對，不起來了。那就跪着吧。皇額娘。哎呀，沒想到辛苦了這麼些年，原以為可以過幾天舒心的日子了，可還是那麼操心。福臨啊，這件事鬧得這麼大，都是因為你不相信額娘，心裡有事兒瞞着額娘。倘若我知道你的意思，無論如何我也會想法子幫助你。怎麼也要讓各方都得到一個勉強滿意的結果。其實我也不怎麼怪婉如，這種種複雜的情勢，她未必也都知道。可是你呢？你是皇帝，背地裡自作聰明，任性妄為，惹出難以收拾的結果。你說我對婉如不假辭色，我也有我的難處。如果我疼她，親貴、蒙古、後妃們就該怪我處置不公，是非不明了。是，兒子糊塗。得到教訓了吧？你那性子是得改改。兒子一定改，就求皇額娘原諒我這一回吧。這一回，還想有下回？多謝皇額娘，多謝皇額娘。喲，正好唱完一出負荊請罪啊。罷了，看在蘇沫兒這桌素菜的份上，姑且饒了你。起來吧。謝皇額娘。好了，先嘗一嘗這道太極兩儀，保證中看又中吃。嘗嘗。這道菜是跟誰學的？是奴才自個兒想出來的。沒想到你學了手藝，連學問都有了長進。說說，什麼叫太極，什麼叫兩儀？這我哪知道啊？蘇嬤嬤一定不知是打哪兒聽來的。啊，是啊，我都給忘了是聽誰說的了。您瞧這，蘇沫兒啊，你幫了皇帝這麼大的忙，皇帝該賞你點什麼？要不然你老戴着這個瑪瑙戒指。這瑪瑙戒指是您賞我的，其他的我什麼都不要。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只要你一下廚，你必定要摘下這個瑪瑙戒指。今兒怎麼給忘了呢？20多年的習慣，怎麼今兒就給忘了呢？蘇沫兒，
你呢，陪皇帝在这儿多喝几杯。我呀，上小厨房看看去。小厨房，哎呦，格格，奴才给皇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太后。辛苦了，歇着吧。没事的，皇娘吃了那几道菜，赞不绝口呢。那还是在不晓得是我做的之前吧。没错，不过在那之后，皇娘也没说什么呀。可我也看不出来，她到底是高興還是不高興了。得了，別怕，沒事的。我還是不放心。哎呦，還真是香啊！格格，您快過來嘗嘗。這個是皇貴妃親手做的玲瓏玫瑰糕，您瞅瞅，這裡頭啊，還真的能看到那玫瑰花瓣兒，聞着啊，還真的有一股玫瑰花香。您嘗嘗。你呀，敢跟他們串通一氣，在我跟前搞鬼，早着呢。哎呀，真是什麼都瞞不過您的眼睛。好，嘗嘗。怎麼樣，好吃嗎？哎呦，這孩子真是心靈手巧，難怪皇上非得要他。連我也。難得的是又溫柔又孝順又識大體，他當時啊還真的就給我跪下了，求我成全他的一片孝心，還說不能讓您知道，怕掃了您的興。不讓我知道，那豈不是白費了他的一片苦心了？我也這麼說，可他說呀，只要您心裡頭高興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造化弄人啊！瞧見沒有？瞧見沒有？你看這童妃還真會生，生個小三個，肥頭壯腦的，有福氣，有福氣。有皇娘疼他，就是他的福氣了。那是自然了。怎麼，你就不疼？疼，兒子不是給他起了個好名字嗎？叫玄燁。玄燁。好氣派的名字，我喜歡，這個名兒好。對了，來，皇阿奶啊，哎呦，送你點好玩意兒。來了，看看，送你啊小金鐲子，小金鎖，把你拴住、鎖住，好讓你啊平平安安的長大。難得皇娘今兒這麼高興，就讓那班女樂來親唱助興吧。好。回皇上的話，女樂都放出宮了。啊？誰的主意？說呀！不用問了，是我的主意。你？怎麼我不知道？我是皇後，統御六宮，這點瑣碎的小事兒，我自然有權處分，何須奏報皇上？好端端的，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就為了怕皇上沉迷於聲色，耽誤了朝政。你說什麼？好了，不是什麼大事兒，都少說一句。不，我要說，那些什麼詩詞歌舞的，都是南蠻子胡媚人的玩意兒。我是怕皇上忘了祖宗的教訓，中了蠻子的毒。你，我怎麼？我聽太医說，皇上曾經有吐血的症候。這些日子，皇上的身子越發的瘦了，我是擔心皇上才這樣做的。皇额娘，我錯了嗎？皇帝的精神嘛，倒還好。瘦嘛，好像是有一點。皇娘，這是因為兒子覺得學問浩瀚如海，深恐自己所學不足為天下之主，因此晝夜苦讀。讀書要緊，身子更要緊，啊！多多保重。
儿子謹遵此諭。哼，恐怕皇上昼夜苦攻的不是书，是女色吧？皇后，不可理喻。皇上。皇上，你不要劝了，我对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皇上就算是气恼皇后，可是您就这样拂袖而去，最难堪的人是皇太后呀。皇上当为天下孝亲表率，不是吗？咱们回去。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啊？我试着在提醒你，帮你转圜，你却都不明白。逞一时口舌之快，当众给皇上没脸，说话不知分寸，自失身份，让人轻贱。苏沫儿，让大家都散了吧，再坐着也没趣儿。是。各位娘娘福晋，请先回吧。皇额娘，儿子不孝，请皇额娘恕罪。回来就好，来，坐下。我呀，不怪你，只要往后你每年多给我添几个小孙孙，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了。可不是嘛，皇上。哎，一定一定，请皇额娘放心。哎呦，格格醒了！哎呦，长得真有福气。真有福气啊！明朝多有。今儿个真险啊！皇上要不赶回来，那场面可难看了。还不是皇贵妃的功劳，咱们万岁爷呀是龙性难宁，只有皇贵妃才拴得住啊。可不是吗？宋嬷嬷，您怎么来了？来，快请坐。春雨，快沏上新茶来。哎，别忙着张罗，今儿你们也够累的了。让我张罗吧，这是咱们承乾宫啊头一回来客呢。春雨，嬷嬷，万岁爷整天不是在朝中，就是在书房，从早忙到晚。自从亲格格嫁到沈阳去，皇贵妃就更加寂寞了。您要是没事儿，就常来坐坐，陪皇贵妃说说话。会的，会的，我啊早就想过来了。不过今天啊，可是皇太后特意让我来的。皇贵妃，这个玉手镯是皇太后当年还是格格的时候，母后皇太后赏给她的。这些年了，皇太后啊一直舍不得戴，今天特意让我找了出来，说这镯子颜色嫩，正合你戴，今儿个就赏给您了。嬷嬷，请您上禀皇太后，就说奴才叩谢皇太后恩典。我高兴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今儿个啊，皇后实在不成体统，把皇上气得扭头就走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可不成大笑话了。皇太后心里明白，是您把皇上劝回来的，总算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皇太后心里很是感激您，说您啊是个识大体的好孩子。奴才不敢当。还有啊，这皇太后一吃起香羹米粥，就想起您做的豆腐松，只是不敢委屈您，让您再下一回厨房。那算什麼？只要皇太后不嫌棄，要我天天下廚房，我都樂意。總之一句話，日久見人心。30年的宮中生涯，什麼事兒我都見過。您和皇太后的性情一定是合得來的，只不過礙着蒙古，皇太后面上只能對您淡淡的，這點兒您要體諒她。那是自然，我只盼着能為皇上分勞，替皇上盡孝。皇太后有難處，千萬不用顧慮着我。皇貴妃，依奴在看呢，您就快要熬出頭了。
有人进城給朕一首詩，叫做《煮粥行》，朕念其中幾句，众卿聽聽。去年人壯，今年老；去年人眾，今年少。爺娘餓死葬荒郊，妻兒賣去遼陽道。小人原有數畝田，前歲盡被豪強圈。身與莊頭為客坐，里長上鎖人丁錢。商量欲向異鄉投，脅男抱女充車牛。縱然跋涉經千里，恐是陶人不肯收。朕讀後，心中萬分沉痛。百姓有苦難，即是朕及朝廷之過。众卿理應集思改革之法，以解百姓於水火之中。皇上，這首反詩是誰寫的？竟敢非議咱們的圈地法、陶人法，真該快點抓住來，殺頭正法。簡郡王，對朝廷來說，這首詩不是在非議，而是在忠諫。圈地法、陶人法，這都是入關之初的弊政，帶給百姓深重的災難與恐懼。朕早就想要。皇上，圈地是祖宗的規矩，有些愚蠢的百姓不肯服從，挟押逃亡，這才有了陶人法，嚴加制止。奴才看不出這有什麼錯。簡郡王，如果你是個老百姓，辛苦地種着幾畝田，一家大小足可以溫飽。突然有一天，一個晴天霹靂，整個村子都要被納入圈地，占了你的田，還要強迫你頭充為奴。你不願意，想要逃，可是萬一被發現，連收留你的人都要連坐被殺。請問簡郡王，如果你是老百姓，心裡苦不苦？願不願？奴才不管那麼多，只知道祖宗的懲罰不可廢。八旗親為將士，必得安置。祖宗在天有靈，必然希望看見百姓安居樂業，天下太平，也一定會贊成朕的想法。皇上就這麼肯定？奴才的阿瑪在跟着太祖太宗東征西討，沙場血戰的時候，皇上還不知道在哪兒呢。简郡王少說兩句吧。您这不是跟皇上抬槓嗎？不如就事論事，順着皇上的意思，免得皇上生氣。少囉嗦！皇上就是被你們這些南蠻子帶壞的。夠了！朕一向用人為才，無分滿漢，此大清天下得以長治久安之根本。你卻出言不遜，大違朕之本意。這問你，該當何罪？皇上息怒，簡郡王不過一時口快，並無他意，請皇上息怒。簡郡王，你阿瑪正親王對大清朝勞苦功高，朕看在他去世不久的份上，姑且恕你這回。從輕發落，罰俸1年，以為警惕。奴才上回聽見皇太后說，看膩了那些七彩繽紛的繡件。奴才想了想，就特地到內務府去找，果然找到了一匹前年将您织造進貢的霞影紗。您瞧，雨過天晴的顏色，厚實透氣，做帐子正好。奴才想，只在上邊繡上松竹梅這岁寒3友，反顯得素靜優雅。也不知道皇太后您喜不喜歡？喜歡。喜歡得很呢。哥哥，三阿哥回宮了。皇阿奶，皇阿奶，我好想你啊！哎呀，皇阿奶也想你啊。可是小賢爺要在外頭避鬥。哎呀，好久沒有見到了，奶奶看看。哎呀，2年不見，長得這麼大了。奴才給皇太后、皇貴妃請安。
這回三阿哥見喜很順利吧？回皇太后的話很順利，两位嬷嬷照料得十分用心。祖宗保佑啊！皇奶，您瞧，我脸上多了几个小白点儿。傻孩子，这就不错了。脸上多了几个小白点儿，还更俏皮呢。皇奶，我可以住在宫里，不再和您分開了嗎？不分開，不分開，就住在宮裡頭。